Hello，大家好，我係阿 Mac，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跳水王子盧根尼斯嘅故事。奧運四金王、跳水界嘅王子盧根尼斯，曾經係全世界嘅偶像，佢擁有住希臘神話般嘅容貌同埋無懈可擊嘅跳水技藝。但係呢一位企喺體育神壇嘅傳奇，就喺晚年嘅時候親手變賣奧運金牌，亦都坦言話佢需要錢。佢嘅人生背後究竟隱藏住幾多嘅掙扎？佢點解又會失去一切呢？我哋一齊嚟睇下三個令佢失去一切嘅致命衝擊。咁要介紹嘅人係葛瑞格盧根尼斯，呢個名喺1980年代代表住完美、優雅、不可戰勝，連續兩屆奧運1984同埋1988入面橫掃3米跳板同埋10米高台嘅4個金牌，佢無疑係奧林匹克運動史上嘅傳奇。但係當佢65歲嘅時候，佢竟然公開宣稱佢需要錢，並且將佢嘅奧運金牌變賣，以籌備移居巴拿馬嘅費用嘅時候，全世界都為之而震驚。點解佢失去作為體壇偶像本來應該擁有嘅長期經濟保障、主流社會嘅接納同埋安穩嘅晚年生活呢？首先要講到嘅第一個致命衝擊，正正就係盧根尼斯人生入面最具爆炸性嘅秘密。佢喺1988年漢城奧運前夕被確診感染 HIV， 即係人類免疫血癌病毒。而家我哋所講嘅艾滋病，喺艾滋病被視為世紀絕症嘅年代，呢一個診斷無疑係投向佢內心嘅一個沉默核彈。1988年漢城奧運3米跳板嘅預賽上面，盧根尼斯頭部撞上跳板，鮮血灑入泳池，震驚世界。佢堅持要比賽，並且最終衛冕，成就體育史上經典嘅一幕。但直到多年之後，佢公開秘密，大家先至意識到呢一場浴血背後真正嘅恐懼。首先，當血液流入去泳池，當醫生冇戴手套去為佢愈合傷口嘅時候，佢獨自喺度承受緊係咪會傳染俾其他人嘅巨大內疚同埋恐懼。喺嗰一個大家對於艾滋病知識甚少嘅年代，呢一種心理壓力幾乎係毀滅性噶。頂住完美先生嘅呢一個光環，佢亦都必須要假裝一切係正常。同一時間，佢亦都喺度對於未知嘅壽命同佢喺度賽跑。呢一種精神上面極度嘅孤立同埋內耗，雖然冇即時令到佢失去金牌，但係就非常大力咁樣耗盡佢內在嘅力量同埋對生活嘅希望。呢一個時候，佢亦都開始失去內心嘅平靜。本來對於無憂嘅餘生期望，甚至係選擇坦誠嘅機會，為咗維持表面嘅完美，去背負住長達幾年嘅道德重擔。呢一個正正就係佢失去一切嘅精神根源。而第二項嚟到商業世界對佢嘅無情。喺1994年，盧根尼斯喺佢嘅自傳入面公開兩大嘅秘密，正正就係佢嘅同性戀身份同埋佢感染艾滋病嘅事實。呢件事喺當時係極其勇敢嘅舉動，但係就引發社會嘅排斥同埋商業嘅無情切割。首先，贊助商對佢都已經係即時離開，盡管佢係奧運嘅四金王，盧根尼斯喺運動生涯入面獲得嘅商業贊助遠遠都係少過其他嘅巨星。當佢公開性向同埋患病嘅事實之後，情況亦都迅速惡化，佢即時成為爭議人物嘅標籤。對於面向主流家庭嘅美國大品牌嚟講，艾滋病同埋同性戀呢兩個標籤就令到盧根尼斯瞬間由完美偶像變成高風險、高爭議性嘅代言人。同一時間，佢亦都要令到自己長期財富流失。商業贊助係頂尖運動員累積長期財富嘅關鍵因素。由於失去長期嘅高額代言合同，盧根尼斯亦都錯失咗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美金嘅收入。呢一件事為佢晚年嘅經濟困境亦都埋下伏筆。另外，佢主流地位亦都被剝奪。佢正正就係一個由英雄去到鬥士嘅轉變。佢公開咗佢嘅秘密，令佢失去主流體育偶像嘅地位，被迫退居二線，成為 LGBTQ 同埋艾滋病權益者嘅倡導者。雖然呢一個係一種高尚嘅使命，但係社會活動家嘅收入同體育巨星嘅收入相比，實在係天淵之別。佢失去嘅亦都係巨額嘅商業價值，甚至係體壇主流嘅地位，仲有穩定可靠嘅退休生活保障。社會對佢身份嘅歧視，令到佢被商業世界無
無情拋棄，無疑係導致佢晚年經濟匱乏嘅直接原因。而經過完前兩大衝擊嘅綜合結果，最終喺勞根尼斯嘅晚年體現為第三大致命嘅衝擊，就係經濟困境同埋被迫變賣佢嘅榮耀。首先，經濟壓力喺醫療同收入嘅失衡入面，勞根尼斯嘅生活並唔係真係因為奢侈浪費而陷入去困境，而係源自於三個難以改變嘅現實啊。首先就係長期嘅醫療負擔，雖然現代嘅藥物能夠有效咁控制艾滋病，但係長期高昂嘅醫療開支係持續性嘅經濟壓力。另外，佢嘅教練收入亦都係非常有限，由於佢嘅工作重心已經轉向跳水教練同埋社會活動，佢嘅收入遠遠不足以彌補佢早年所錯失嘅一啲巨額贊助。另外，仲有佢老年嘅生活需求，隨住年紀增長，佢渴望去揾到一個更加安靜、生活成本更加低嘅安居之所，例如係頭先提到佢好想移民嘅巴拿馬。而呢一啲因素，亦都正正就係令到佢決定去出售喺美國嘅房地產，甚至係公開拍賣佢嘅奧運金牌。喺佢正式決定要告別美國夢嘅時候，佢決定出售喺美國嘅房地產同埋公開拍賣奧運金牌，分別係1984年同埋1988年嘅金牌，仲有1976年嘅銀牌，總計大約43萬美金。呢一啲唔單止係經濟上面嘅需求，更加係一個充滿悲情嘅符號。佢亦都表示話，佢已經65歲，佢唔再係過去嘅嗰一個佢而家需要嘅更加係錢。呢一個曾經企喺世界之巔嘅英雄，不得不選擇親手去變現喺佢生命入面最珍貴嘅榮耀。呢一啲亦都象徵住佢徹底咁樣告別佢曾經擁有嘅夢想，由一個國家英雄變成一個必須要靠變賣榮耀先至能夠換取一個安穩居所嘅普通老人。而佢失去嘅唔單止係財富自由嘅權利，仲有人生嘅安全感，甚至係佢過去嘅榮耀。呢一份英雄遲暮嘅無奈，亦都係佢失去一切最令人心痛嘅現實寫照。勞根尼斯嘅故事之所以能夠喺網絡上面引起巨大回響同埋超高嘅搜索量，唔單止係因為佢奧運冠軍嘅頭銜，更加係因為佢體現完美背後嘅破碎。佢所謂失去嘅一切，金錢、贊助、主流地位等等，亦都係受到社會歧視、商業無情同埋時代恐懼所共同作用嘅結果。但係正因為佢選擇咗正面秘密同埋選擇真誠，最終換嚟無數 HIV 感染者同埋 LGBTQ 群體嘅希望同埋力量。賣咗獎牌嘅勞根尼斯，或者喺物質上面真係失去好多嘢，但係佢用一生嘅掙扎，成就一個超越金牌同埋真正具有歷史意義嘅偉大靈魂。佢嘅人生結局係對體育界同埋社會界嘅永恆拷問。我哋到底點樣去對待嗰一啲唔再完美嘅英雄呢？今日嘅內容就嚟到呢一度，我係阿 Mac，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中意呢一條片嘅話，不妨撳個 like、訂閱我哋，同埋撳埋側邊嘅鐘仔。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